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盈文學校4年級下學期第3次默書甲讀默詞語1擔心2理解3新奇4想像5五花八門6旁若無人7喜出望外8得意忘形9聚精會神10遠近聞名閱讀默課文他從小好學，才華過人，他7歲就拜著名書法家為師，學習時很專心，一坐下就埋頭苦練，毫不分心，3年後已寫得一手好字，他在走路和休息的時候也一心想着字體的結構，用手指在自己身上比劃，時間一長，連衣服都劃破了，丙課外默寫 ABB 式的疊詞，例如孤零零